最近即将上档的8点档大戏，戏剧内容带大家重回台湾早期。为了更贴近台湾早期文化，戏剧中有不少台语的谚语，但是年轻人来说恐怕是有看没有懂。接下来看剧学台语，我们就一起来学学台湾优美的台语词汇。 那是咱第后地蹦子啊啦，我是未将阮查某囝未来继承传出来卖啦。剧中演员提到，因为拉德亚得蹦记，所以才得卖戒指。究竟它代表的是什么意思？很多道具的东西吗？百宝袋那种感觉吧。很有钱吗？咁咪是，拉德亚是口袋嘛，蹦记咁咪是拉德亚得蹦记是无钱。 是很有钱呢，还是百宝袋？我们来听听老师怎么说。拉德亚得蹦记就是身上1毛钱都没有。哦，伊就是无钱啊，空空啊，一寡重讲我这安尼锵锵锵。无钱给大班，拉德亚得蹦记看起来鼓鼓的，让人以为有钱，但其实散个得被蹦边。我看你就是王老生。还有这句“翁罗嘎森”，大家觉得什么意思呢？跟什么神明有关？像罗汉脚那样的。王罗嘎森，我其实无确定这是什么意思。王罗仙的意思就是在江湖上，迄个招总啊，袂当袂使，有当时会讲做边闲啊。翁罗嘎森招摇撞骗的人，有嘲讽的意思。跟着戏剧学台语，仿佛时光隧道，不仅可以了解台湾过去文化，还能学习到台语优美的词汇。记者新闻的王一章、彰化报道。